大家好，我係 Vincent， 普萊士多元收益債券策略嘅基金經理。普萊士多元收益債券策略可以幫助投資者取得三大優勢。首先係穩定吸引嘅收益潛力。我哋分散投資喺唔同嘅領域，包括政府債券、企業債券、新興市場債券同埋證券化債券，提供多元化嘅收益潛力。呢個策略嘅收益來源，除咗有投資級別債券，亦都有高收益債券。佢哋嘅回報、風險因素都各有特色。透過配搭呢啲唔同嘅收益來源，我哋致力為投資者提供持續而且穩定嘅收益，同時降低投資組合嘅波動性。穩定嘅潛在收益可以有效對沖通脹，而且對市場受到壓力嘅時候，為投資者提供緩衝。第二，呢個策略講求靈活多元化，呢個係一個環球分散嘅投資組合，涵蓋整個債券市場。我哋可以靈活投資喺超過15個債券行業，包括投資級別同埋高收益債券，亦都可以投資喺成熟市場同新興市場，一共80幾個國家，而且可以投資喺超過40種貨幣。呢個策略嘅存續期靈活性好大，最高可以去到8年，最低可以係0。咁樣就算利率波動嘅幅度好大，又或者面對唔同嘅利率週期，我哋都可以好靈活咁有效管理對利率變動嘅敏感度。咁樣都係風險管理嘅一部分。我哋唔會集中投資喺單一個國家或者行業板塊。咁樣做係為咗避免過度投資喺任何一個領域，又或者利率週期。普萊士喺全球債券市場擁有雄厚嘅投資實力，覆蓋範圍廣泛而且深入研究。我哋充分利用呢啲資源喺亞洲、北美洲、歐洲以至新興市場，好似非洲同埋拉丁美洲等，捉緊投資機遇。呢個係一個一站式方案，投資者只要透過一個策略，就可以網羅環球債券市場入邊各種嘅投資機會，而唔需要自己擔心點樣管理行業分配同埋利率波動。第三個優勢係關於風險管理，我哋旨在將投資組合嘅平均信貸評級維持喺投資級別，因應唔同嘅市況，我哋會調整信貸同埋利率投資。同時，亦都會管理對沖同埋流動性，務求喺唔同嘅市場週期，妥善管理投資組合嘅波幅。最終目的就係幫助投資者可以更平穩咁度過市場波動，同埋提供收益同埋回報潛力。T. Rowe Price 普萊士。